好，我们好好解释歌的同时呢，我们还是要来回到专辑了哈。好，阿哥上面看的歌哈，这类跟这个要来推荐一下这一首歌曲哈。刚刚我们一直讲到碰哥嘛哈，碰恰恰碰哥哈，他特别帮我写了一首叫做《孙坚逼榜》。是，我小时候呢也是一个歌迷，小歌迷，问到信义等嘛，就拜拜嘛。那每年都会有瓜喜来。那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小生长得好美丽哦，是，一个小生真的好美丽啊。那我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年级吧。我自己搭公路局然后跑去三重找这一位小生。哎呦，对，追星啊，对，追星族啊！你看我40年前就是小小的追星的。他是谁呢？其实我后来也没找到啦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只是当下就被他迷住了。那我就跟碰哥聊聊，然后他就帮我写了这首《孙坚逼榜》，里面就有一段歌仔戏，而且还特别请那个吕雪凤老师来帮我演唱这一段，对，很棒，很棒，每个人听到都哇，有人头皮发麻，有人 K 给我陪。所以当时这个小生不是不是雪凤老师，应该不是啦。对。但是我们知道雪凤老师已经是国宝级的了哈。国宝级跟常青树不一样，他也还没一甲子哦，他学生很多哦，对，非常非常的多哦。但是我们讲说这个歌的 key 哈，我当下就来吹丢人来唱。太好了哈！咱来听看麦啊哈！这个龙千玉最新专辑来对哈，我们有吕雪凤老师帮我们演唱这歌戏的部分哈，继续挂好之后。孙坚逼榜。对阮腮目背，心内真是玫瑰